的就可以哈。好，等一下哦。那为什么这次会办这个活动呢？哈，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德基书房呢，哈，它有开设这个藏人学中文的课程。那基本上呢，它是免费公益场地的哈。然后呢，我觉得应该要扶持德基书房哈，所以我希望我们透过这样子藏曲360的课程，可以帮德基书房让它的经费可以运转哈，然后利益更多的人哈。然后呢，我也因应同学的建议呢，把4、5期2期的课程当中所唱过的32首歌曲，然后制作成歌本跟 DVD。好，那也感谢我的老公慷慨的爱心赞助哈。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第1集的藏曲360第1集的歌本跟法光的藏文教材，能够先后进印刷厂印刷成册哈。那因为我歌本使用的是这个 Samboja 的藏文字型，所以在转成 PDF 档印出的时候会产生跳字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印刷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面临了很多的难题哈。那我希望同学们朝圣的时候一定要带这一本歌本哈。好，因为呢去西藏、印度还是尼泊尔朝圣的旅程当中哈，在藏人跟上师面前表演的时候，我们除了那个大阪城的姑娘啊、阿里山的姑娘之外，好，我希望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我们希望未来的藏曲360的课程可以以不同单元的主题来呈现。那我想不要开12期1堂的课程，我想开4堂课
好4堂课一起的这样的课程。那目前我拟定的主题，因为我这次歌有累积比较多哈，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有知母念恩篇啊，慈爱悲悯篇，好本质般若篇，好或者是民谣选子篇，好那民谣可能是很冷门的啦哈，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还有这个梵音心咒篇，还有浪漫情歌篇，好那看哪一个主题先凑足了4首我们就开课哈，那同学可以自由选择主题上课，那我想这样就不会再有纷争，对不对哈？因为你要报名之前就决定了你要选的是哪一首歌哈，那即使人数不够没有办法顺利开课，我觉得上取360频道的歌曲也不会间断哈因为现在对于工作跟功课哈永远都做不完的我来讲哈，我觉得唱藏文歌是一个很好的抒压的方式哈，那同时呢，它也是让我藏文突飞猛进的秘密武器哈。那它已经变成我每一天自然而然不能缺少的生活习惯哈。那其实我连在梦里都会哼唱藏文歌哈，这可以问我老公哈。好，那我想真的哦，他觉得很好哦。好，那这样子的记忆呢，哈，我觉得是永远不会忘记哈。那这样的种子呢，也永远不会间断哈。所以呢，我想我会愿意哈，持续唱到永远哈，此生此世，包括生生世世哈。我老公觉得好倒霉哦。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与哈。那请大家用一点点心在。等一下，我要莲花啊，真的吗？我这有含义的，我可不可以直接跟他讲几句话？好，可以。我这个是莲花，对不对？对，莲花啊，因为莲花长在中间。主角不是我，是你讲。没有，老师你在中间啊。我在中间。因为这个莲花是一枝啊，它长的时候都是一枝，所以我希望老师不管他任何的事业也好，或者他任何的表现讽刺，都是一枝独秀，然后一飞冲天。然后其实这个有5个颜色哦，虽然花只有3个颜色，可是这白色也是其中一个颜色，然后这是绿色的金，所以呢是5佛字。所以银行也得到佛菩萨加持，还有那个藏传的那个就是基本本尊最原始本尊，我如果有讲错了，佛菩萨原谅我，那是莲花生，所以这个是莲花。对，老师，恭喜你。不行，你先在这。还有人要献东西给来看。谢谢你，你有听到我？有，刚刚有，我跟你一起唱了。刚刚在买茶。好，那我要OK， 那大家请后面好用点心哈，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去做单。水果。OK，那我们走了。拜拜。谢谢。有空多些来。好，好久不见。哎，阿姨。OK，拜拜。那我们走了。拜拜。好了，拜拜。等一下，我写过一下。我的电话卡。没关系。如果我们可以这个来解决。好。